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丁雅俊。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？有风险咧传讲，民生用电要起6%，工业用电无要起价，因搁要取消电钱减半优惠，台电讲交予电钱审议委员会来决定。苗栗一个80岁阿婆骑电动大步车上路，雄雄对外车道直接倒歪，甲直行的重机烧弄，这个阿婆当场死亡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有风声咧传讲，民生用电要起价起6%，工业用电虽然无要起价，毋过要取消衰退产业电钱减半优惠。针对这项代志，台电表示讲，爱交予电钱审议委员会来决定。因那33会理事长是认为讲，取消这个产业电钱减半优惠，恐惊是互业者如歹生存。电价工作会议已经伫顶个月底结束，所以去要伫个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过来10月电价。有消息传出，民生电价基本结构可能会起6%，工业电价未调整。它会涨就会涨，我们没办法控制啊，我们可以说不涨嘛。我是希望政府不要涨价，顾及到民生啊。现在物价天天涨，涨那么凶，对不对？未来电价再涨，那就更不得了。根据了解，国内产业面临对电关税、台北升台等影响，产业拢呼吁政府10月慢起电价，加上目前产业电价每度4.27块，比卖电成本较悬，外界预期就算起价，恐惊幅度也有限。虽然工业电价未调整，不过衰退产业电费减半优惠，煞可能取消。衰退产业已经很难支撑了，如果取消的话，可能他们生存空间就有问题。但是我想这个是早晚会发生的事。在民生电价部分，去年民生电价平均每度2.77块，对照上新的卖电成本每度3.7989块，也就是卖一度电了1块，就算台电为11月开始，要针对150万户空户正式收季度费每个月100块，每年应该收11个电费，不过对负债比超过90%的台电恐惊帮助不大。台电还是会把相关的成本跟相关的一些情况跟审议委员报告啊，最后还是由审议委员讨论之后，他们去决定啊。目前台电了超过4200亿，加上政府半保护伞做着三读，要如何兼顾产业发展，未影响民生不计，拢系等电价审议委员会讨论来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要来解决医护人员流失的问题，总统赖清德有表示讲，今年有加这公立病院的医护人员加添薪水，而且讲到今年的健保总额创下新高纪录，希望调悬健保点数，互病院愿意来改善因的待遇。不过护士工会就表示讲，加这点钱根本就无感觉，也是希望会当修法定清楚3班的护理师照顾病人的比例，实际来改善因的工作环境才对。最近部分病院团使医护人员走真多情形，警告病院因为护理师人力不足，病别规床，严重影响民众就医权益。总统赖清德进前出席台北市医师工会活动时讲，今年已经替公立病院的医师人员加薪水，希望会使互医护人员回来工作。我们也最近也给公立的医院医疗人员，包括医师、护理师、医检师、放射线师等等，给他提高加级7%到11%左右。赖清德指出，今年健保总额达到9286亿，成长率估推估是5.5%，创下有史以来上悬。同时也希望健保点值增加达到1.9+5分以上，互医疗院所会使提升医护人员薪水。不过，护理师工会批评，记载护理师对这波加薪无感觉，希望在实际改善职业环境，将法度互护理师愿意留落来，而且都爱调。我们的职业率从去年的12月是62.7%，到今年的8月却变成是最低62% 的一个状况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护理人员根本没有想要留在我们的职场。3班护病比的入法的问题，包含怎么样透过科技赋能，让我们的护理人员能够在护理的职场中能够有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，因此薪资跟友善的环境这2个部分都必须要同时去改善。护理师工会认为，护理师加薪调幅至少要达到15%，才法度甲通货膨胀来有变。另外，政府嘛要甲3班护理甲病人的比率立法的时程讲清楚，并且重视病院工作场所起伏的问题。也若卫福部司法新闻局强调，全国26间部立病院护理人员离职率已经由2022年的13.19%下降到2024年的10.45%，未来会继续加强职业环境甲劳动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来看苗栗有一个80岁阿婆，将骑电动代步车上路，所形容对这外车道直接倒滑，和内车道要直行的重机来相撞。这个阿婆就安尼当伤不幸过身，因为骑重机的民众冒着伤。有交通团体就表示讲，这电动代步车应该是爱行伫咧人行道，所以爱来检讨当地人行道设施，进一步来改善。监视器翕到富人人骑电动代步车经过这路段的时阵，煞直接倒翻翻过车道，后边的重机技师大档袂赴直接弄掉，富人人当场失去生命现象，送医了后救无倒来，重机技师甲另外一个乘客也真侪所在挫伤。2名重机骑士患者身体多处擦伤，那意识清楚。那另一名电动代步车80岁女性患者现场报卡。意外发生伫13载起第一线苗栗后人路段，迄时阵富人人沿着路南路段，骑伫慢车道，煞伫经过116公里的所在，技术想要去对面，用测试过的方式来过路。迄时阵正着重机技师应变袂赴发生意外，警方初步排除双方酒后骑车，详细肇事原因爱搁调查清楚。交通团体表示，确实应该了解当地行修路人爱过路的需求。我们先讲法规基本是行人辅具，所以基本上他要走的地方应该是在人行空间。好，那我们因为现况人行空间常常被占用嘛，就是那种没画人行道、没有人行道、人行道不通畅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把这种长者把电动代步车骑到车道上的行为，视为那个人走在车道上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电动代步车是属于个人行动辅具，这路权应该是看作过路人。当地大部分是自动产机的居住形态。那这路段过路人有过路需求，应该考虑设天桥、感应性或者是手动后置，加增加过路人庇护设施等方式，避免同款的意外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看到台北捷运永春站，昨有一个外籍看护塞一个坐轮椅的阿伯，竟然不是坐电梯，是坐电楼梯，结果2个人当中摔到，佮牵连到另外一个旅客，3个人当中送病院。北捷公司表示讲，轮椅袂当上电楼梯，相当会当来罚7500块。因为受到牵连的这个旅客也对这个看护来提告过失伤害。这个老先生坐伫手扶梯，互证人为着咧检查详细。其实几分钟进前，本来坐伫轮椅顶面，也毋过这楼梯脚仔互轮椅踩袂使，煞雄雄倒下下，甲伊的看护斗阵摔落来，更加去弄到后壁一个旅客。我坐，系啊，插电的，给你关起落来，一站站你也莫坐。你那个有重量，然后这个4个轮子的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牢固啊，就是一定会跌倒的啊。代志发生伫13下晡4点外，北捷南线永春站，经过捷运警察来到现场了解，发现是外籍看护是坐轮椅的老大人上手扶梯，因为当心无知造成跌倒的事故，虽然造成3个人受伤，不过有旅客真无辜怀弄到，已经对涉案的看护提告过失伤害。经了解，是一名外籍看护推着乘坐轮椅的男子，搭乘上行手扶梯时，因失去平衡往后倒，造成后方女性也跌倒。后续救护车将3人送往北医。因为电扶梯速度较紧，前方无方便，煞野车在大体若太引起，请免坐电梯。其实捷运广播拢有宣导，煞经理抑个囡仔车改坐电梯，因为一旦有失去平衡状况，就惊亲像即摆共款，会有家己甲别人造成危险。北捷警察提醒，无正确使用电扶梯，来将捷运法的明定，严重者可处1500块到7500块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来关心到宜兰头城大溪渔港，即马是在做沿岸保环工程。不过，这作业的船啊，煞是冰船沉落去海里，好在是无造成人员伤亡。官府研判，若是要护这只船是无符合效益，也阁有另外着爱阁找船啊来做，所以稳当是会去参着工程。船身斜45度，已经有半只沉入去海内底。地点是伫宜兰头城外海，正伫施作大溪渔港东边保环即个沿岸工程。13节起5点，听讲敢若是破去入水，造成即个边台船斜啊真严重，并去尾啊沉入去海内底。一般的那个在那个消波块的那个平台是没有动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作业疏还是怎么样。我们这边的船只如果有在那边作业，我们会先通知大家说要小心一点。
4天中的海港补换是宜兰官府开4亿2千万推动13有定进行定性的定位，不过却是发生意外。当时2个工作人员登船去检查，检判无到抢救，决定弃船，并且通报航港局，事故原因也来调查。官府讲，浮台船无动力，所以讲无油流出来污染的问题，也因为该好起来，内河无效益，所以暂时无爱个好起来。整体工程进度就应该达到70%，不过受到沉船事件影响，进度可能拖延，超过这个损失超过几千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美浓甲大树最近是爆出有人偷挖沙石啊，佮囤废弃物的案件。市长陈其迈下令，就爱来检查严办。不过环保团体就质疑讲，买头山2月时阵，也去互人偷倒上青洞的事业废弃物，到打煞拢无清掉。环保局表示讲，已经有要求这业者爱伫咧2月进前清走。看废弃物的布棚经过几个月，部分已经破损，或者有害事件废弃物留伫外口。今年2月，在地环团也出高雄码头山互不少业者偷倒前青洞有害事件废弃物，即马半年过去，这物件还伫原地。挑出来还是有那个味道，大家的生活是恐惧的，因为你每天都在吸入这些粉尘。4月份为什么我一直在要求赶快清除？是因为汛期快到了，可是到现在依然都没有动作。环团30月捌去查看勘的情形，迄时阵因为侦办期间爱保留证据，敢若有业者甲环保局用布棚勘掉咧，毋过发现部分布棚轻薄强度不高，也无勘完全。集成灰粉末跟电子废弃物的缴碎掉的这个部分，它的重金属非常的高，甚至有的高出环境边际值的230倍。环团拍对现场废弃物做随机重金属快拆检测，发现心脏含量严重超标，除了兴建废弃物，也佫有电子废弃物加碎掉。阿鲁米铺顶都惊无马上处理，佫看无全，对当地造成污染。经侨检于9月1日起诉7位污染行为人，除了依废清法第36条规定重罚最高300万元罚锾外，并依同法第71条规定限其行为人清理。环保局表示，检方初一起诉7个行为人了，已经要求业者限期1月进前清理完，若有期无清，会依法代清理佮求偿。清除进前会继续加强稽查，维护当地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市马道分局积极咧推动改善交通问题扫雷行动，希望会当来加强过路人的安全，减少车祸发生。台南马道医院每摆到假日就有真侪观光的人，加上医院是5条大路的交汇点，车比一般的路加真侪。不过也因为注重这过路人的安全，进前这所在已经围设过路人行路的所在。不过当地确实反映机车道变较细，更加发生车祸。即马大致上也是奥多麦，也是汽车拢会去交条线，画一个小块，参奥多麦行人拢无好行，迄阵是拢厝地尔。即马警方拢会开出来会勘。这个所在也是马道分局真关心的交通要道之一，所以讲也主动邀集地方的相关单位会勘。虽上马道分局甲过去注重执法处理无共款，即摆是改变做法，推动扫雷行动。经由警方的专业事故分析甲现场勘查，对辖区内底18个无合理的交通工程，甲地方上进行了解会勘，有先来排除这个稳重事故的风险。主动发掘18处不合理交通工程，例如交通号志10项设计不当、路面标线模糊不清等，严厉工程改善措施，期间排除潜在事故风险，以有效降低事故肇事率。由进前马道区新兴南路段也因为延长后期，缩小路口这改善工程和交通的事故下降这整理，警方改变做法，主动勘查危险的路口，再佮加相关单位配合改善，希望有效降低这个事故比率，保障民众行车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要帮助来台湾读册国外学生学台语，中正大学的台文研究所团队是开发出一个线顶的 AI 学习台语的系统，让国外学生会当用因家己的母语，就来当来学习台语，唔免佮透过华语，互因会当佮较好理解咱台语的发音甲语法。ペはしたいペはしたい。日本来的学生利用这套 AI 的翻译，唔但会当了解台语的拼音，佮会当知影使用的方式，
鼓励中正大学台文所家己来研发台语的学习 AI， 要提供给国外学生来使用。他给的例句啊，或者是发音的这个引导啊，可以让他们更能够去想象说，这句话可以用在什么样的状况，使得他们更能够去想象使用的这个语境。这套 AI 设计就是要让国外学生会当用伊母语的逻辑来学习台语，不过有时阵也是会出现直接翻译的状况。中正大学台文所表示，这套 AI 佫需要建立佫较侪资料，才会当提供佫较完整的内容。世界主要的语言 AI 内底拢有伊的系统，咱只要甲这系统甲台语做接续，免除了华语中介这个问题。就是讲咱教台语唔免佫经过华语。资料库无讲介做完整的，所以爱佫慢慢带这个去就讲饲一寡资料啦，是讲一寡迄个语法，一寡台语专用的语法。这套对接国外语言的台语学习 AI， 目前拢是由中正大学台文所的团队家己来建立资料。台文所表示，因暗算针对8个国家来设计台语合适的内容，目前嘛才需要一寡资源的协助，让这套台语学习 AI 会当愈来愈丰富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即嘛有愈来愈侪外国人在学讲台语，有的人是因为介意咱台湾的文化，嘛有人是因为工课需求。这拢代表着咱台语已经唔那是台湾人的母语，佢开始正做外国人熟悉台湾的重要地地。来自日本的宫本正也伫咧公园唱伊上喜意的歌手文夏的恋歌，唱甲非常有感情，开口原也袂输台湾人。伊自细汉就真喜意台湾的文化和人情味，身躯穿的衫、底仔拢有满满的台湾味。伫咧大学毕业了后，伊就决定要来台湾生活。今年是伊伫咧台湾的第8冬。大学生的时阵有来过短期留学安尼，差不多3礼拜尔。迄个时阵感觉哇，台湾人就热情呢。原本伊掠准讲家己已经足了解台湾啊，骑脚踏车环岛才发现中南部真侪人拢是讲台语的，为着要侵入台湾，伊开始学台语。男子啊，立志太阳为生活，甲你团圆。另外一位是台湾竞赛金钟英，对韩国来到台湾，上喜意唱古巴的歌，就连潮人拢学了解得字。唱歌时拢唱台语歌，我奇怪，这条歌唱比我较好，我阁比较含慢。因为潮人潮母伫咧厝里拢讲台语，伊拢听无，需要靠因某家翻译。为着要含因欢喜的开讲讲笑话，伊也去报名台语课。想要甲因某的真正讲话，所以我学台语。用心啦，为着要讲沟通安尼就会去学台语。这2位外国人拢是台语老师黄耀庭的学生。老师讲，即摆学台语的外国人不哩啊侪，有分2种原因：第一是工课需求，第二是介意台湾的文化来学的。我教过的外国人有韩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香港人。较特殊的是，咱即摆看越南，韩国上有路用，当然伊嘛会要来学。目前，香港、日本、韩国的学生普遍拢是因为介意台语来学的，越南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工课需求，显示出来台语毋但是台湾人的母语，佫较是外国人熟悉台湾重要的地地。记者陈亚轩、王兴忠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天气报道在，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29度至35度，中部地区29度至34度，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，东部地区29度至33度。还有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。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。
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林雅纯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